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，好我係民主。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就了解熱天食嘅料理，就是板條。可是呢，今天呢不止我一個人做料理哦，我要邀請一個神秘嘉賓，我的好朋友一起來教大家做料理。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怡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姐。今天呢，和明珠要帶給大家清涼的料理。這個黃金板條的壽司要怎麼做呢？好啊，其實做菜啊，最重要就是隨心所欲。你如果呢喜歡吃有點酸酸甜甜的話呢，客家吉醬就放多一點，香油是一定要的啦，稍微滴個幾滴黑胡椒啊，打一點上去啊。那我現在呢，我們就稍微來盛盤一下下。怡姐，你知道嗎？我剛才有特別把板條冰鎮過了，所以等下我們吃起來的時候呢，就會有那種涼涼、很舒爽的感覺。是。今天呢，剛好可以教你這個，就是涼涼的這個形容詞，在夏天用起來很實用。涼涼的客家話講法就是叫做涼涼，涼涼，在這個夏天裡面是奢望。真的。好，今天我跟怡姐一起完成的這個黃金板條已經完成了。先考考看我們的小小試吃員，裡面有加這個香油啊，香油客家話你知道叫什麼嗎？叫做香油。你怎麼知道？它叫做香油。香油，好厲害哦！接下來呢，我們要挑戰呢，講這一整句的客家話。板條滴幾滴香油就很香，有點挑戰哦。板條滴幾滴香油，手動香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學做這道菜，你們喜歡吃嗎？非常適合夏天吃哦。我們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新的詞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香油，香油。第二個詞呢就是涼涼的，涼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這句話就是板條滴幾滴香油就很香。板條滴幾滴香油手動香，板條滴幾滴香油手動香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多多練習哦。記得把這道菜也學起來。下次見，拜拜。